大宋的西吴门义，王人东京汴梁，帮中吹夫人开口。因为我非强调两王比较追光，刻骨了人性命两条，现在来一个法。太阳当定到太阳落山，龙门法把手上，这二位是个题目叫龙门把石匠。现在把这9个上最后一个，我非到心里想一定心，可这段时间还要把一个擦擦雨，实际我晓得你非要考80个很艰难。现在我非胯下些话中我顶龙举，为报烈日龙枪这种马哎，少得替我英勇扶上8个火龙哗啦哗啦的浪海，天下英勇天大，要的是王牛来呀！替我英勇扶上要3气上昂，那声音为分头来了。江西膨胀，江西人当中来一位英勇扶上，浑身比起人方，胯下18龙躯，为报吃不来人上将，将马一领，四地不开，袭势而来。我非一口来了，我非要挨一挨。想法这个人落到旁沟的，实际根本不白。这个名堂叫精神外作，现在新法叫勾引。啥个道理？来个人起码背那个架子。我抢个知识了，但自家基本上一是一特色，晓得好本事，所以个你要想鸟之外各一个，来在应用千世马里面将马可以带水射枪。天下我了，江西九江府的华先生是玉华龙我非一听心火怒放，我就无心一句哎哦，新娘离婚都开，都真开心的。啥个道理？的的亲亲，师兄来了。今朝我身边浪有事体，现在派的有困难了还，本人也要同情我，何况是的亲师兄呢？所以我非西上靠啊，茉莉笑容。哎呀，我道是为牛雷大师兄，小弟马背之然与你了。于火龙密码日眼睛的面孔一白了。这个我非年纪嘛轻人很滑，你下都江西青岛扎根，
江西巨港府得火油得胜标注作之呀，我牙个牙，事后如里乡神水为来的江武郎河水道里大斗鱼鬼进标鱼鬼，我牙个牙，你晓得我鱼家里狠，你晓得自家打我不够，你把父母十个要深水分离，所以调皮的只让打我人害我师兄。如果我一人谁不好担当，不人家要讲那于火龙说啥个名堂？师弟有困难，那师兄不帮助了，那为何摆到了面孔当？所以面孔一摆，呀呀呀，呸！所以是你的师兄放马交缠这个理想不记得是一览无为，不能挂于火龙，你不晓得后头一个师弟，当然师弟在后，那么师弟你晓得门里师兄当中有一个于火龙，这个理想有一段心机。于火龙的师傅也是我非个师傅，也是我非个鸡呀。受洗人顺罪民懂，声称天下名士。最终那世上不年纪，不准买水和嗓子，吃空身体不想想，来看看两个师兄。一往里客气，是一招的。那么最终说老师弟呀，要请来买男人，那浪迹天下，漂泊不停，今朝能够旁里，出的三生一心，好像天老爷安排了。那么我有一桩事体要拜托呢，说师兄，你闲话讲得罗大气，自家师弟兄像嫡亲养娘养出来，不用客气，只要我办得到一句闲话，说你办得到。我有个宝贝孙子叫于火龙，你个牙啥毛病跑脱的，搿辰光说不出，现在晓得癌症当中出一代，搿一代叫隔代呼吸呀。我阿爹个孙子搞不好，今朝你来得很巧很巧。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你哥哥我的宝贝孙子，你人教于天下，你有教育的经验，有教育的责任，请来看我作业搞一搞。师兄来讲到罗大气，本身来还想分担礼物，所以作为一份礼物，一句闲话，马上把身上。人家过得蛮快，眼睛一闪，中秋节上月追三角杀对象，那么老弟兄代表应酬，于火龙在边浪向出自点罪，老弟兄两家里叫最后失仪，大道愉快谁在最动讲十年长下失败翻身，真正立功夫的人叫十年口功，也叫十年后功。但乃比四下山以来，各本县人苍狼江湖，我六零保镖人生，到现在受真的呼吁，我本人不要出去，别处浪向插我个旗。势若两龙，怒不两怕，神力通啊！马路交警，为啥要马路交警？兄弟讲起来靠本事打出来，叫打出法子。现在我可以豁出去，标记插了浪，不人办。50年人追江湖，
红面毛龙眼睛，球队头比波粗，看见得多，面对面打，我身上下分不人家，再上一刀，说上一枪，他看来被个刀步，被个枪动。老师弟，你不要动气。那个人发觉我上头，马上发觉我本事当如你好的，你人教于天下，唱关东最关西，你按办大狗顶对后，难听的按吃大狗3万。最动老师还吃字地基，老弟兄最后失意，而且说老我，说我几分家师傅。一发觉乃师兄，但是我高头卖的，实岸的你说浪迹江湖，人教天下，道理没天下，面对面打，我分不人家，说他一句，砰，踢他一脚了。于火龙来了边了，难听的不清的，这对追动忙忙。隔壁他个杂志，风过他个白戏，难道光拉海了？不人靠那一句，踢那一脚，今朝我来靠那一句，不清的。不人说起来，天下名就是不人靠上，所以我靠上，哪么里发生不下，忙后头一句，两个老弟兄不旁边啊。到里去大小便呀，我再去挪么子啊？雨火龙发声不响，雨队堆出来，到那追动，来要隔背，拉起个啥球队，砰！那一球队靠过来，一种风啊，这个名堂叫九风啊。不要说那有本事有风，不本事人后队过来。有一种风，这个名堂叫人来风。追动呢是眼观四处，耳听不放，不能靠上，那叫追动呢。李人打灯子，啪，忙毙了，一只鱼火龙一脚靠空，呀，人马门里一冲，追动老师吃了一步真诺术。叫三字承诺，打一打水牢，这个水叫打牢。让老他们服用到肚子里忙马们让弹，用力一指，于火龙啊张面孔，18个和尚我发的，弹思量不起劲。叫呆子一挥剑，这个人两鸡毛带血，追动了是李人大灯子手稳，两只脚啪，往上的一提，这名堂叫马恰步，屁股那灯子上一步叫红弓步。当然与火龙比了，两只脚立稳，那直播水稻是不是？还要上对后队看看，啥人来推靠我？个中小必夸难过，地上像大刀鱼尾，看得清清爽爽，落不落的。家门不应，俺为出十俺一个保护，我的亲老师的行有些之身，来。搿只球队少说的热浪都想分担着干。追动老师到底是老师，
以一定的后仰，啪不走来了。去两只水我师兄一拉，说师兄，那个他球队好武器，不惜嘛剥掉性命弃他，要终身三省。跨地方我说老师你那需要来求，我心有些支撑啊。说那刚到罗大去，那个身子好得不得了，今朝刮来刮去刮我不好。我平常不吃醉，你晓得个。今朝那师兄看我，神风佳节，中吹都有，所以开心。我多吃点老醉嘛，狐狸油头。那个身子，我个宝贝学生子，当我后头来一杯，我弄错在。追龙老师好，跨地方了，大道鱼外趁势落棚。叫于火龙举我来摆在，说师兄呢放心，大人不做小人之过，收来。这个事体俺会得收了，要讲心里话，实事也要讲心里话，是个情，是个理，这个事体。你老想口收来，实际记在心里。我们收罪人讲起来叫定心，特别是我上次考先生，各种人的人格当中罢了，是非来忏悔，是非来当过招呼，是非来以来改正，这个是两码事。所以狗头真的不到真的上了，那吕不了的追动老师罢了。那么临时人光送出来了，于火龙阿拉边了，大到余会去问一声老师的呀，说老师的呀，今朝一笔下趟不知落大旁队，一个人不晓得个，今朝不晓得明朝个。特别年纪上上去啊，那么老师的呀，我要问一声噻，你下趟还要再岁学生子的呢？这句闲话不灵了，那个句闲话，上个人拍的，一从锅里当砸给里，叫掉心后，心里后不难掉出来。追龙老师刚有几句戏话，说老师兄啊，谁的那个身子嘛，身子王八蛋在手。不谁人，这句闲话气我了。谁知那个身子请我吃酒的，我还要睡了。我真的比13点之路啊！但是我不句分讲出来，下趟相巧与好的要睡，那个死得死他一步。所以现在不能挂鱼火龙白面孔，你不晓得后头有什么一个死的。追动老师罢了，那留下来生活费，哪位生活费呢？追动老师到后部实地大名府内网有吉林村来考一个老小朋友，文字上写起来叫方泥教。吉林村网友啊，三话又是王10月名，王名居我非居。我非两个恩公，最终就来考王明，老小朋友放你教了，不晓得一帮的呀，嘿嘿，老夫妻让杀起项目，最终来求项目，那么老高小哪位就忙理想去。那么说现在不能害那小王的，年纪上上去了，要害上那老王的。说夫妻相骂了，经过到房间里了，那房门关上，窗关上，随便在那行相骂，当地母亲等房间里。那有子身高有子地位了，那年轻人嘛，那大厅上向在相骂，神武体统啊！哎呀，说老阿公那真不晓得。我特子高兴，一直发扬，心里想啥去？不要得理我了，说我个人买了
养到这上身口。哦，可不说恭喜啊，那儿子儿子啊，终于得志啊！哎呀，恭喜啊！说老阿哥，把儿子像儿子，儿子，谁是为子儿子啊？想么？昨日夜里我困了地板上，说啥个事情不要去讲你。我的面子，我的家人，在外头亲老虽然亲老相公，到屋里向来搞小区读书，个小出了母亲的，来一个先生考一个先生，说那个张先生考得早，敲了敲，像杨乃武像沈清王这样敲了敲，高要贴纸2、3张，我要去顾小区啊，个老家是要误儿子啊。昨日夜里吵到，今朝还吵到外头，说出来，哎呀，死去谁瞧不得老阿公可气。这东西挺想法了，心里就热的。刚是我碰到学生子考师傅啊，挨到后部，还让学生子考先生。哦，那么最动了是小事一桩。我为抢来分到礼物，上有分旁边要试一抢，那个宝贝儿子交给我来搞，王明晓得吧？一种老师呢，同地单人公司，你不肯谁呢？谁拒绝？但是闲话要说了门子，说老阿哥啊，那么闲话讲谁对啊？假使我小区得罪你不亲对呀，当初考是考不完呢，你不要傻气啊！我当然要报了，要好，千金难买老来好啊！哎，我说了问题啊，说老王一句闲话，我的儿子考完我，上高呀，我自家来做，自家来干。那闲话讲了问题。哪个人只要走来通知3个小车了来报先生？咱们的那个儿子叫张信，汤中文的儿子叫汤伟，才是有娃。这2个有娃，社交活动能力较差，拜托老王，来去亲自老师找他来屋里，同地3家人家各自，那3个小车了来了。旁边追动老师出了一办法，你要门3家的，你的呼吸地上，这个名堂就要开到了，我就要追动。特别当年王冠的也是老朋友，那我张先生考得敲了敲，我才晓得个。现在呢，老实说，呼吸上门。那么3家的以王冠为代表，是呼吸，惜福不惜粉。一句闲话，上半日读书，下半日搞本事，分务2脚腿水路。上半日书背得出，下半日学本事，背不出，下半日发，背出来的人学。靠鼓浪大地真正性，早一份晚一副，3个小人服务了贴贴。3方面家长看了眼睛里，心里想十分渴望，亲来的天下民事3月3时一个问题越来越突出。热浪在书房里向，各3家头读书，老法叫补上上头。木头做个仓铺叫补仓，那补上补仓外头立好一股神动，几百作雷，水怒节制，做出个工具啊！目不周心，侧耳倾听，不顾风吹雨打，烈日暴暑。我不呢，在上浪向搞本事。谁这个神动在哪里？仔细浪口，最动我不了了。正在5、8号时间提早放口，我王冠留下来
详细问王贵这个人啥人？王贵现在对那追老师十分尊敬，十分佩服。实际上都调调马告诉我，是我的调调马句下来叫我非我帮助。开口话题去弄我非害得来，那么到三家下头寻到我非，弄我非害得来。例子一把节子一放，即追老师，我非心里老好。我在外头推听啊，我上浪向在那推课啊，革命党叫推火啊，现在拍的还是犯法的，为了罚款呢，为了拘留啊，心里浪虚啊，追动老师笑嘻嘻啊，说你小好，我告诉啊，你在外头听啊，碰到斗风啊，碰到落雨啊，你还听得清啊，你还会啊。我非是告诉你，我妈讲，要说老实闲话，做老实人，在外头听，碰到斗风，碰到斗雨，很可能听不清当中要特急，问题不大，为主去吃好药饭。我要我听那个口，白不娘听，一类他我娘说不作字律调作别，话说下士你身我非。追动听得眼的，这个娘不得了，一母必出孝子。那么说我上浪高本事那浪口嘛，那阿伟呢？说我还有点歪个，是白头下来，娘打打步步走走，真心我外头拿跟三个作对，帮乡人讲，富有留下来当上好子困觉。哦。于是来一个死之一痕，可口注意啊，这是极塞，身在那的跨地西旁的那样，所以我非背后做了哒哒哒哒，追龙老师把王贵跟过来，进三盖茅屋绑绿我非个娘。我非个娘马上打招呼，这里个呀，死了死在里，我是高尚。假使得罪那老师啊，请来苦我作孽。哎呀，说老太太，你讲到罗大去，害没害老太太？实际我非个娘年纪轻了。说我今朝的来啊，只要告诉你那个儿子好结，明早就来上学读书。说我就不好老米币啊，那个恩公请来个名教师啊，我的哪还最好老米币来讨啥意呢？做人要仔细啊！我再翻出来。扬州第一美女，她比你漂亮。高付出活费呀，免费。你是追动拿出来，可不是干嘛？衣服够个，但那无情无救啊，拍个清酒。你们不要，我们不小人啊！命令作主，我是个娘看我吧，那么规则很辣，跪下祭义务大人。王贵听到爱大西为主席。告诉自家调调，王明实干上实干多，王明随家这个机会孤灯结彩斗800人，所以追动也是我非的先生，也是我非的义务大人。再于追动老师的老青年，所以死了我非屋里我家上。所以今朝的呢，江西九江府的忽悠雨火龙，谁晓得哦？师兄来了，现在呢，师兄摆面孔，不是人不好挂了，你不晓得，我非出自小的师兄啊，你的师傅也是我的师傅，
而且是我的义务大人，首席动有神事，最动最劳牺牲。小弟今日风铃雷声，不能下马传令，在马背之上，及师兄与离了啊！师兄啊，气不开，肺不开，开在一丝温然。小弟龙门发配石将，不得师兄北不母使命，小弟要深邃分离。师兄，请师兄看在义务师务的份上，请赛起退出龙门，待等小弟北母了使命，再请师兄起来，小弟定将领考官之责，奉上师兄三声哈。于火龙气得擦扑，啥个道理呀？于火龙心里就念的，追动，弄得啥老外动，总要彻底认得侬。那明明刚好不随我上子，科长那回去睡个我飞呀，我讲那也是我飞个鸡呀，怪不得我扣下来我飞个本事比我好啊！你三个子里了，你说挂自家多挂别人，根本我阿好神人呢，神人为好当啊，今朝的非当不可。与你不我，与我不你，啥个道理？高报表，心地下杂。至于自家不别人，分子上叫压害。那吃个午饭，刻骨朗想，特死。手一米毛是眼睛内，面孔一背，呀，呸！须得一配红衣乱女，反马交缠啊！我非口得挨的，凭我之力想吐出梨花来，看来都却能让我。这个高师啊，非当不可。世纪鬼，那边朗朗家是太阳拍贴他落山，把举个公筷一围，看来非当不可。既然要当的。我非心里就念的师兄，抱歉了，请来师特，来师特无所谓，身旁兵家上事，我不好使的，所以我非答应一声，师兄啊，定要交战，小弟伏法，只得奉陪了，放马啊！砰！加条规划等求助不龙给，叫马大迎风，我非啪嘿！冤枉我儿子，不是他，我不是。问人马哎，回眸龙翔。我非看过那领考过地位，不好些东西。师兄，请喷看，闪看请闪。于火龙这条枪，这道理枪是病人说出来的。现在于火龙这条枪足有作实。忙我是一个分心，
这样事情呢，这个名堂叫辟，叫分心一辟。文字上写的好口的，叫丹凤朝阳，分心一辟。我飞一口，最高枪第一枪，丹凤朝阳。哎，师兄，你上来学用辣水了，好得一时门下，扎进时间。我飞下落条枪，做一做人，师兄美累。杀！两条枪，杀！替我英勇无伤离开的有，大家一口啊，不好在两个为一道西在，当时一个撇过去，撇上我飞，一个撇过去，撇上雨火龙，实际离开的有看不清，两条枪枪对，擦叫过门，枪对子的枪钩子，哎，这个然后有一个节。这个节叫雷人节，雷人节，雷的刑罚，雷的刑罚。第一点假设，第二点假设，雷人节是一个女人发明的，不忘别姬，女妓娘娘。走两条枪枪击的够，我飞个枪击往雨火龙像个雷人节里向插。雨火龙的枪击往我飞枪的雷人节里向插两条枪，扎扎，我老子这个名堂叫高，要靠水里向的比例，水里的功夫，你我你，快，那高的辰光这个魔法定了，高30高，这个木过年牛的对30个秋子，这个14讲起来叫30个回合，30个正面高下来呢，雨火龙高发动着，就像高水晶了，一米发来了，是他，这样简单的告诉。这雨火龙嘴里想不讲，心里想晓得，哎呀，追动不是个么子，那你为哪挂追动？那是为告我非神心要改脱我，看来枪浪向非常盈利。啊，那么现在不盈利，我输他太难嘛？我代表江西老祖宗来了。一时死他江西人面皮包到楼搭去呀！我走廊向带下太光啊，一定要盈利。哦，有了一只表，嘿嘿，那追动了反包人数缺只个了，那样样在为了，搿只表不为了。我们余家里搿只表了，是我牙个牙，关进房门高的。大道鱼鬼也称得金标鱼鬼，那么今朝我标来当来，注定你的这条枪，快，自动吹出来，嘿，打，这样一头，顺起往马队门里磕一磕，口浪队这一只，去了，说把我心，莫非一口。啊！不是真吧？大吧？那么我必还要再上去，不努力当到地球之外头。不说死他个，那么那假使对着二模样老太阳啪啦他落山，我觉得把这个公筷一拐
非要再上去努力打跑到地球之外头。那么师兄嘎巴说明不能认识，你还有非小的么子啊？啥个么子呢？为目前不可能。那二三二月，我喊出来不大家听，我非喊了心里。瑜伽里向一只表，你俺们晓得道理很简单。最终呢是一日呢师傅，一日呢鸡啊，而且我呢作为第七年是可的，洗了我家长啊，要那保对送终的。最终呢是谁要讲不你听啊？师兄当中有一个于火龙，兄弟推抗一起，我趟在旁边，这个是要出了，要当心点。我是大杀队，那一个门房子里向还有下通啊。那么我非须要问师傅上几个旁边下来，产生矛盾，反一当起来，难看哪？那么宝贝儿子我上次难要教我，毛背上本事，不本事，上都高山，我才高难的，小出了分高级，难比你好，但是难要教我，要不断实力提高。但是有一样难发觉瑜伽里，说啥么？一只表。哎呀，说师傅老娘讲你样样来高啊！特许高上表分高，好听的表，难听的是武器，不上台面。那么最终老师讲的，我非听。人以性格与呼吸不呼吸。各种呼吸了，我不呼吸，我不呼吸，我哪会高难呢？所以我不精明。但是到今朝的，我了世界上危机不让了，这个自家晓得。最终老师老弱改了上了，今朝我要高为呢，但是呢记了，一不灵光，高为呢基本知识。你不断实力去提高，但是你记到，何谓之这表为表？你确定不能拿武器的表去伤害他人。可最终老师好吧，也要搞你本事啊，也要搞你做人的道德。所以称道天下名士。这个不简单的，做成箱子里向拿着坐标，老做的一个根下人工坐标叫坐标，也叫表扬。最终老师改了上了，谁叫你是改了张皇帝？表拿你法，拿当法，只要靠这个掌心力，啪杀。实际上改了上了，各位我非即表。为表，我非做你的为么为啊不灵啊！心里做你的师傅啊，请来来帮忙吧。治理想还有啥？师兄美醉，小弟岳飞，再来相送师兄了。回眸当前，不还这个还送，两张眼睛喜庆为人朗口啊！于火龙啥样啊？对不出来还是口技啊！来了，打得给人。那20岁伢老枪过，门里10岁放风。那后头口上来，还是牛怪吐了这条枪啊！实际20岁，他开来了，一路比步枪是不解出来了。如果是老天康代表于火龙，我代表我飞，我飞了后头就站上来，于火龙假设这个水挤出来，那你都代表我飞，还要口技的，你个头比步活牢了。只要靠门里个里向活路，还是身体烫了的，
14妹妹叫冬日快来西呀，那个标的那腰里，这个名堂叫腰的，头一扎标，3乘3分长，3条血道，标屁股像摇手的龙人队，分量形成3两到4两。头到水里忙几家郎一伙了，叫收人背脊呀，狮子为队，放后吹走，一道金光，太阳分落山，阳光照下来，照到标龙，手手发光。58人呢要老的，我非那不为了，啥个道理？一句闲话讲明白，我非不要眼的。别人口气光来，要眼好要眼，你不要眼？为啥不要眼？大朋友，要眼不是啊！23人口气替老太娘买眼，这张磨下来。佩服他娘眼睛大个，还是500个，所以14枚当日夸可能标来，我非怕。哎，周岁这讲，身体蛮厚的，那实际上这一只娘一娘，为啥要这一只娘一娘？你给了上活个，是2个制度。那门里去抓3条血道回来，后里标屁股叫标手，这里只好给用。打一个啪，给了。标屁股上带我飞，标个肌里里上带那鱼火龙。我飞脑子里老早动好脑筋，师兄，今朝搿只标被我接上。内度教训，简单地讲，我觉得，那师兄的粗心大意，我的内度教训，很可能举例之下，肆无忌惮来让帮忙。那如果再当第2招，再当第3招，我的这副老人，并那师不那师兄，很正常，毫无关系。今朝不好事啊！今朝爸爸呢，师兄，我们要深水分离呀！14枚当日快，我非心里就认对师兄，抱歉，我要批评呢，兵不易做，今日当面扶正亲塞，所以表现了水里想。我非装腔，哎呀！于火龙那听啊，听见哇啦一声，哎呀，老在，那么于火龙啊，那当时可咋不要发狗气老人们？那出气了，如果那于火龙出气，这个人上路的。那于火龙还有点发上了，听见哇啦一声，哎呀，老人害得蛮响，不通，我要清水尿一枪，所以加条葵花灯，求助不龙给，砰，看，口子拆开，枪外分出来，我非口得清清爽爽，师兄得罪了。心内不值一人，于火龙一口发灵的，这个标芒肚皮上来，这个名堂叫伏地，中有伏地，打了肚皮上不通啊！那当时开上来啊，那么怕个咱家敲起来了，嘿，他。那肚皮包老着，肚胖包不老的。搿只不要不过呢，自家人还要说的。
这个人叫铁面无私，望准那鱼火龙都旁人，战血皮，这个痛的是痛到心里啊！鱼家里个表抬出来，当时家头胖，这叫胖狼痛，胖狼痛。哎呀，那么真啊呀！我非一口师兄，师伯有送了，十万鱼火龙得此结束，前天何当？